當其他動物 BB 仲喺度牛叫、嘤嘤叫，進行本能交流嘅時候，虎鯨 BB 已經喺語言賽道上贏在起跑線。佢哋一出世就開始上語言大師班，學習複雜嘅語言，進行真正意義上嘅交流。虎鯨擁有動物界最複雜、最具文化性嘅聲音系統。佢哋嘅3類聲音功能係有特定化。咔嗒聲用嚟作為回聲定位、感知環境；哨聲用嚟近距離社交。脈衝聲用於遠距離協調同識別，係群體語言嘅核心工具。唔同虎鯨生態型嘅語言同發聲策略都有差異。居留型虎鯨語言豐富，高頻哨聲多，揾食嗰陣嘈喧巴閉，休息嗰陣就會大幅減少吵鬧聲。過客型虎鯨語言簡潔，低頻少哨聲，揾食嗰陣靜靜雞，喺獵殺過程同之後先會嘈喧巴閉。虎鯨嘅語言完全係靠後天努力。虎鯨 BB 早期嘅發聲結構簡單，表達肚餓、驚、需要媽媽，既不具備複雜嘅交流功能。0到1歲係教學階段。虎鯨 BB 透過模仿媽媽同族群成員，逐漸學識講嘢。1至3歲期間，虎鯨 BB 逐漸掌握族群語言。同時，百厭嘅虎鯨 BB 聲音變化更多，會嘗試唔同嘅發聲。3到6歲嘅虎鯨 BB 基本完成晒學習。雌性虎鯨大個之後會用一樣嘅方式去教下一代。虎鯨嘅語言就咁一代傳一代，佢哋代代相傳嘅唔止係語言，仲有就係族群嘅回憶同羈絆。每隻虎鯨都可以喺熟悉嘅聲音中揾到屬於自己嘅屋企。